这头驼牛不像已驯服的驼牛那样一路直前，因为它之前没驮过东西，今天它是第一次驮东西，有点不适应而蹦跳了一天。这会儿它已经精疲力尽，走路时左晃右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能翻越眼前的这座大山。他们将要渡过这条河，要让羊群过河。由于羊群很怕过河，所以牧民们只能从羊群中找出头领，用绳子把它拉到河里，其他的羊也就跟着过来了。他们已经安全走过了这段险路，席地而坐，吃点三八，补充一下体力，接下来还要继续赶路。他们即将要翻越眼前这座高海拔的山。
快要到山口了。迎面走来的那些人是商人，他们向牧民询问着这个地方的情况。忙着搬家的牧人跟商人说：“今天忙于搬家，没时间坐下来跟你们聊聊做生意的窍门，真是可惜。下次我们一定要畅谈一番。”然后就又各自上路了。走过这个山口，就是他们家的夏季牧场了。
到达夏季牧场。这一家的祖祖辈辈夏天一直生活在这里。驮东西的牦牛，今天因为驮着东西赶了一天的路，一天也没享受好鲜嫩的绿草。现在，他们终于把东西送到目的地，开始可以大口地享用美餐了。新牧场的草鲜嫩可口，当地牧民把这种草叫做扎锅马可，意为香的就像酥油一样的仙草。
以往的居住点搬过来的。因为搭帐篷的位置不能和往年一样，如果一样，将对草地造成严重破坏，导致以后不长草，所以每年要更换驻扎帐篷的位置。我们的那些得个的吧，哎呀，那个啥，这样去了东西，这都搞的，这队里面的，我们的呀，东西要啥呢？马地都去，这是点的他办办的呀了，哎呀，我一打这都，我去这都，这打啥的？哎，打啥？打了呀？哎呀，这打，都是，去了打的。有了，去里边的，哎，我扔的高的，这里，还有得嘞，都有个的，那么多的高的，我说快点的，得了，现在领头。送过来，我呀，这个。滴，俺也加可以的。哦呦！等茶水烧开后，多南老人做起了饮茶前的供奉仪式。这种传统习俗历史悠久，意义非凡，而他们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继承者。老妈跟小三们下的了球，也就加完几个下的了球。老妈是开进的下的是蹦蹦动动进个下的了球，爬着吃了也是有人到了家了吃啥啥了，有人到了那不少吃到了你看，那么下的了球。他们忙完一整天的活儿，天色也渐晚了。每晚，人们在入睡之前会把牛粪埋在炭火中，这样明早就能轻松生活了。昨晚埋下的牛粪已经有火星了，现在可以直接用它来生火。母亲走出帐篷，看了看天色，叫女儿跟她一起去挤奶。挤奶之前要洗干净手，因为乳汁分离后不仅要吃，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供奉于三宝。
打出来的酥油还需要供佛灯，所以挤出来的乳汁一定不能被弄脏。多南老人在嘴里不停地念着木松，念这种经文有利于牲畜得到平安。牧民们经常念这种经文，祈祷财神使他们的牲畜少受疾病的灾害或野兽的袭击。我晓得在嘛。这个东西在藏语里称它为诺热，它是由木棍和绳子组成，带有4个尖头，把它戴在2周岁的小牛嘴上，不让小牛白天吃奶，晚上它们就能挤到更多的乳汁。
挤完牛奶后，就要忙着准备燃料了，也就是牛粪。用这种方式晒干的牛粪容易烧火，这也是牧区的人们独有的技能。看着印度来这几个，我有。牛奶热好后，多南老人用牛奶供奉神灵。Zambala, Zalenda, yes.
Zambala